后来乡亲啊，咱就刷来看这个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爆发群组的感染，目前证实有45个人患着病毒，其中20个是农产运销公司的员工，18个是承包商。 这个有7个是派遣工，现在疫情就要控制袂掉咯。指挥中心甲台北市政府透暝来开会，要阻止这个感染链来扩大。已经伫第一果菜市场成立指挥所快筛站，第2果菜市场早起的9点，就有防疫专车载着员工到中心园区来做快筛。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嘛到现场视察，到中昼为止，已经有451个人完成快筛，200外。 体检是阴性的员工，嘛安排先做预防射。排队坐防疫专车，这拢是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员工。估计到下晡，总共有120外人坐6班车到中兴园区进行快筛。北农爆出确诊，目前有20位员工，18位承包商，7位临时工确诊，总共有45个人患着病毒。上早发病的员工，伫5月12号出现症头，不过到目前疫情仍然未控制掉，直直扩大的传染链，北农要安怎解决？机器的同仁在这一两天，我们也会施打疫苗，感染源的一些认定呢，我想这是由卫生单位他们做专业的认定。 毋但伫第一果菜市场设立指挥所的快筛站，进前体检阳性200多位拍卖员和理会员，嘛伫今仔日家己去中兴园区、和平园区做疫苗。北农的传染嘛，互民众烦恼，买来的水果敢有可能有病毒？专家就讲，目前国内外拢无因为青菜包装或者是食米传染的案例。若是真正会惊，会使安尼做。 那水果的话，是买菜市场没有包装的，那真的很简单，就拿酒精就喷一喷，然后停1分钟之后，然后就按照一般我们蔬果的清洗啊，然后就可以吃了。 专家讲，若是外口是有包装的青菜水果，外口会使先喷酒精来消毒，才拍开，卖使确定无新冠病毒，会当食甲更较安心。